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了后，伊头一届去花莲视察地动山的财损，嘛拄好伫遐拄着规模5.2的地动尾。杜英泰是强调讲，中建花莲是即马新团队上任了后头一个上界重要的工作。伊讲，伊嘛会亲身去做互关工作小组的调集人，要互花莲的乡亲活伫家乡内面。 报一直想，越想我们就越增加我们的决心。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日是第一摆下乡来到花莲的灾区视察，因为地动造成的民邦灾损，拄好拄到下晡4点，花莲近海规模5.2的地动尾。面对灾民到现场တင်情，伊回应讲，政府会做好事前的防范，事后的补救。自己要拆除要8000万的费用，住户已经身上都背了房贷了，他怎么去抽出这8000万的费用来拆除？根本就不可能。 我们也会请银行协助。在花莲县长徐仁伟的陪同之下，杜英泰视察下清水桥的公路抢修，目前是针对更桥的拓宽在做补强。公路局有把握伫月底进前大型车队当行。伊嘛去到东华大学视察宿舍灾损和复原重建。杜英泰讲，这主要就是要来听民众的诉求，控诉矿山大地动灾后的复原，都是新团队上重要的工作。国家就是你家，政府就是你的后盾。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 核定计划项目迅速的加强、加快它的速度。但是花莲即卖观光是有够惨，当地拆除的那天地底饭店，工程暗算到6月30才会结束，附近的店头和饭店拢无法度做生意。地动过后已经1个多月啊，业者希望透过内政评估补助，甲消费者对花莲建筑的信心找回来。很多都建议是希望能够中央是不是可以专案来协助这些旅馆或饭店业者来做一个耐震评估。 好，那也能够补助了，好，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饭店的状况，哦，可以做进一步的修缮跟补强，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是希望在推动这些耐震的详细评估以及建筑物的建物补强的时候呢，从 地方到中央都可以给予我们，比如说经费上面的支援，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协助的支援。花莲目前受到地动的影响，受损严重的饭店到底有偌济？目前政府也无资料，因为这旅宿业无法度亲像民间厝同款，得到内政评估补助，互因参加评估的意愿是无啥悬。业者嘛是希望有专业的评估认证建筑结果，互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